今年国家影视厅中心推出4出甲龙有关系的经典老电影，龙的传人龙城10集、武林龙虎斗，也有中心家己修复的台语片《灵山寺之恋》。伫咧过年7天的连续假期，要开放予民众伫线顶免费收看。 过年时啊，不管电影院、网络平台还是电视，总是会推出侪好看的电影。为着要和大家欢欢喜喜迎接龙年，国家影视厅中心嘛推出4出甲龙有关的老电影，有武侠片、有恋爱喜剧，拢是适合规家伙仔做伙看的电影。 龙的传人，这都是大家共同的回忆，非常的经典。然后有2部武侠片，《龙城10日》跟《武林龙虎斗》呢，是非常具有娱乐性质的，非常适合大家在年节时候看。那《龙山寺之恋》其实它本身是一个很欢乐的片，所以它其实而且也代表了族群融合，其实非常适合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在家里一起观赏。谈恋爱就看谁的手段高明。 1962年的老电影《龙山寺之恋》是一出音乐恋爱喜剧。电影当中有唱张吊堂、天公落水等等的歌谣，用男女主角之间的道家恋情来讲台湾早期的族群冲突。但是电影编剧以用族群包容和谐的结局来传达伊的愿望。抓蟑螂了，外因为你是抚养我长大那个姓罗的，他是外甥，在平交道上救了我的妹妹，也是外甥。 我为什么还要分温馨郎、瓦馨郎？中心指出，这出电影在60年前是大胆佮罕见的作品，可惜在现实当中，编剧导演却因为白色恐怖受难。《龙山寺之恋》去年嘛入选3个国际影展，让世界看到台湾历史的脉络。参像白剧导演安尼，伊愿意去讲这个议题，不管是政治还是民族，民族主义这种残疾的那种论调，要来讲这个代志，所以我感觉是一个就有历史的一种时代之风。国家影视厅中心表示，这4出经典的老电影，自2月初8至14日拢是免费收看，民众伫咧 YouTube 顶端就看得到。记者卢尚如、夏桂林、新北报道。